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Fake it till you make Fake it it. till you make it.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一句說話成功將自己洗腦。We've made it possible to run comprehensive laboratory tests from a tiny sample or a few drops of blood to eliminate the tubes and tubes of blood that traditionally have to be drawn from an arm and replaced it with the nanotainer. 用一滴血可以做到啲咩啊？如果一滴血可以 check 到你嘅 body secret， 係一件幾咁方便嘅事啊！只需要喺你嘅指尖度輕輕拮一下，就可以 check 到包括癌症在內嘅過百種疾病，係醫學界嘅巨作。呢一滴血差啲改變咗醫學史，係差啲，因為佢 fix it 完又 make it 唔到。佢用一滴血作咗億萬個謊言。佢呃咗自己，亦都呃咗全世界。雖然佢改變唔到醫學史，但係佢可以改寫自己嘅黑歷史。Elizabeth Holmes， 我哋呢條片就叫佢代號大眼妹。大眼妹係1984年美國出世，喺一個富裕嘅家庭度長大。讀中學嘅時候，佢讀書已經好叻㗎喇，尤其是係對 chemical 有特別濃厚嘅興趣，所以喺2002年佢考咗入去史丹福大學攻讀 chemical engineering。大眼妹喺大學時期積極參與學術活動，入學短短1年時間，已經同博士生一齊喺實驗室入邊工作，參與尖端科研項目。後嚟仲派咗去新加坡研究沙士病毒嘅檢驗方法。呢段經歷令到佢接觸到血液檢測技術嘅挑戰同埋潛力，啟發咗佢以後嘅人生都要朝往一個方向出發。點樣先至可以 create 到一條 formula， 淨係攞一滴血就可以進行檢測過百種疾病呢？故事就要由2003年講起。當年仲係19歲嘅大眼妹喺新加坡返到嚟，決定連大學都唔讀啦，專心搞初創公司。原本間公司名叫做 Real Time Curious， 後尾索性改返個有創意得嚟又簡單易記嘅名，於是一間冇賺錢但係又好值錢嘅公司 Theranos 誕生。呢個名嘅意思係將治療同埋診斷兩個英文字母合併嘅概念，直接傳達咗公司嘅終極目標。咁點解無啦啦要改名呢？就係為咗想打造一個更加專業、聚焦診斷技術，而且具吸引力嘅品牌形象，用嚟適應醫療科技市場嘅需求，同埋吸引投資者，易啲攞到funding。大眼妹仲邀請咗大學嘅院長擔任公司嘅董事會顧問，令到成件事嘅可靠性升華到另一個層次。為咗公司增添學術信譽，憑住家族嘅人物同埋佢對美麗嘅藍色大眼睛，所以佢已經喺早期就迅速拎到資金嘅 support 啦。分別係佢嘅小學同學嘅老豆，矽谷知名創投人 Tim Draper，以及自己老豆嘅舊同事，企業轉型專家 Victor Palmieri。2004年底 Theranos 成功籌集咗690萬美金嘅種子基金，為早期發展打咗個 base。2004至2014年係 Theranos 嘅快速成長期，喺10年時間入邊，由初創公司到估值90億美金嘅獨角獸企業，加快咗崩塌嘅隱患。咁喺呢10年時間，大眼妹又做咗啲咩呢？人生有幾多次機會？人生有幾多次10年？喺呢段時間，大眼妹一直保持低調，專注於技術研發、融資、燒錢、攞錢、吸金同埋掠水。而 Theranos 向外聲稱只需要一滴血就可以進行幾百種唔同嘅身體化驗，比起傳統需要用大量血液樣本嘅侵入性方法有明顯嘅改善。呢部測血機吸引咗大量關注同埋資金，包括係 Walgreens 同埋 Safeway 等大公司嘅合作。直到2014年 Theranos 完成接近2億美金嘅私募股權融資，公司估值一度上到90億美金，合共請咗500名員工。
大眼妹亦都因為擁有公司一半嘅股份，身家上到去45億美金，所以被福布斯列入美國最富有嘅女性名單。呢度都唔係重點，睇到呢度，你有冇發現佢呢個 look 咁似一個人嘅？大眼妹之所以咁成功，有一部分靠嘅就係抄襲 Steve Jobs 嘅造型，而另外再加上2010年全球科技行業進入快速增長期，特別係移動互聯網、雲計算同埋生物科技等等嘅領域，投資者對顛覆性創新嘅科技公司極為追捧，期望揾到下一個蘋果。而2014年，美國科技股市表現強勁，好多初創公司估值飆升，估值超過10億美金嘅獨角獸企業數量激增。根據網上揾到嘅數據顯示，2014年全球風險投資總額達到867億美金，其中 healthcare 成為熱門領域，投資者係非常之睇好醫療創新科技。而 Theranos 嘅一滴血檢測 concept match 到呢一個趨勢，所以投資者好 buy 呢一個 idea， 令到佢嘅聲勢越吹越大。傳媒於是幫大眼妹起咗個名，叫佢做矽谷界入邊嘅戰鬥機。唔係矽谷界入邊嘅女版 Steve Jobs。所謂見光死，一旦喺傳媒上面頻頻曝光，就會俾人發現到一啲蛛絲馬跡，發現原來呢一切都係假嘅，技術係做出嚟嘅，數據都係造假嘅，佢咩都冇研發到出嚟，只係將呢啲錢越攞越多，將個 bubble 越吹越大，終於喺2015年嚟了啦。有好多位辭咗職嘅前員工冒住生命危險都要向《華爾街日報》爆料，佢哋擔心 Theranos 嘅技術會危害病人嘅健康，而且對公司內部嘅文化感到好不安，所以選擇向大眾揭露真相。而至於點解係冒住生命危險呢？我哋後邊就嚟講下啦。根據前員工揭發嘅具體內容，得出以下4個 point。第一就係測血機嘅技術有缺陷。大眼妹向外界聲稱測血機可以用一滴血就進行到過百種嘅測試，實際淨係可以做到大約15種嘅免疫測試，誇大咗10倍不特止啊！出嚟嘅結果都唔準嘅，仲要成日搞錯晒，嗰部測血機成日出錯，例如移液器尖端脫落、齒輪卡住、溫度唔穩定。第二點就係做數，即係操控數據。如果數據出現異常，就要即刻 delete 失敗咗嘅數據嚟到掩蓋測血機嘅問題，咁樣係違反咗科學規範。佢唔單止對部機曳曳，仲喺勾投資者 money 嘅報告入邊偽造咗同輝瑞呢一類嘅大藥廠合作，實際上呢啲大藥廠都冇岌頭。仲有就係大多數 testing 都唔係用自家嘅測血機，而係用翻傳統嗰種西門子機，即係好大部嗰種嘅商業設備。而傳統機用少量嘅血液樣本根本就 check 唔到啲咩出嚟，所以佢會用翻啲生理鹽水嚟到稀釋血液樣本，但係溝稀咗嘅血結果梗係唔可靠噶啦。第三個呃人嘅 point 就係會危害病人嘅健康。有前員工表示，嗰啲錯誤嘅測試結果已經影響緊病人，病人就係因為呢啲唔準確嘅血液報告導致被誤診。公司明知技術係有問題，仍然繼續喺一間叫做 Raw Green 嘅健康中心提供服務，違反醫德。到底大眼妹嘅人性去咗邊？為咗賺錢，連人命都可以無視咩？第四點，公司內部打壓，唔容許任何質疑嘅聲音，禁止員工對外討論技術嘅細節，創造恐懼文化。當有人提出技術質量有問題嘅時候，公司就會向佢施壓，質疑佢嘅專業資格，鬧到佢懷疑人生。公司之所以咁惡，皆因大眼妹請咗一隊好強勁嘅律師團隊幫手。今日呢一度 everything is wrong。法庭本來應該係一個最公平公正嘅地方，但係今日有啲權貴恃住自己有財有勢，行為卑劣，視法律如無物，打橫咁坐咗喺度。我想同佢講，對唔住，公義一樣坐咗喺度。之後有位員工發現咗公司嘅黑幕，
律師團隊即刻威脅佢，心地善良嘅前員工又唔想做公司嘅幫兇，逼到佢好絕望，覺得走投無路，最後唯有自殺咗。This is what happens when you work to change things, and first they think you're crazy, then they fight you,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you change the world. 即使大眼妹當日即刻出嚟喺 CNBC 上面否認前員工嘅指控，都無法扭轉局面。多間投資機構同埋健康中心都同佢割席。2016年，美國聯邦機構 CMS 下令 shut down Theranos。2018年 Theranos 揾唔到水魚執埋，後尾因為疫情嘅關係同埋另一個原因延後審判，而嗰個原因就係生仔。而且係生完一個又一個，最神奇就係原來咁樣可以一次又一次咁樣推遲坐監㗎，而且佢仲有一個對佢不離不棄嘅富二代老公，簡直係打敗咗99.99999% 嘅女人添啊！2022年，大眼妹被判4項詐騙同埋共謀罪名成立，判刑11年3個月，佢最後拖到2023年先入獄。What do you dream for? That less people have to say goodbye too soon to people they love. Fix it till you make it. Swing your tray， 我哋下條片再見。